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8月1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来聊聊跟旅游相关的最近网上热点比较多跟旅游有关，咱们来谈一谈咱们的看法。首先是8月5号中国新闻周刊，他刊登一篇报道，叫不顾实际情况，县委书记2230万强行上马，旅游项目被通报。广西纪检监察网8月2日消息，广西公开通报2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其中包括霍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未经科学论证，脱离县情实际上马水秀和灯会旅游项目。通报称，2017年时任富川县委书记陈华不顾富川县当时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实际情况，未经充分科学论证，且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执意拍板，决定在富川县富力镇神仙湖上马水秀和灯会旅游项目，并擅自决定先进场施工后补办招标手续。2018年1月，水秀和灯会旅游项目完工并投入使用，总投资2230万余元，因前期投资风险评估不充分，半年后项目运营入不敷出，陆续停止运营。2019年9月，灯会项目因设施毁损严重被拆除，水秀项目停止运营闲置，致使国家利益受损，当地群众反应强烈。公开信息显示，陈华，男，瑶族，1971年10月生，在职研究生，曾任昭平县副县长、政法委副书记。2009年任富川瑶族自治县县长，2015年任县委书记。2020年明确为1级调研员，2020年明确为2级调研员。2021年7月任霍州市副市长。2025年1月20号，陈华被查。6月21日，陈华被双开。什么意思呢？对吧？就是这个陈华在富川瑶族自治县当一把手的时候，就是盲目上马旅游项目，对吧？投资了一个2230万的一个什么水秀还有灯会实际上就造成严重浪费。这个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把钱往大山里扔，浪费的是谁的钱呢？浪费的是大头的钱。最近对吧？关于旅游这块的报道也比较多你比如说张家界的大庸古城，那是投资了20多个亿那20多个亿谁的钱呢？大头的。然后昨天咱们也介绍了这个峨眉山，对吧？他那个演出项目投资是6个亿还是8个亿开业5年又赔了5个亿还是6个亿，但那都是大头的钱说明什么问题这就很好的说明了为什么一方面咱们是第2大经济体，对吧？你 GDP 排第2嘛。一方面韭菜牛马觉得活得如此之累，焦虑。不光是韭菜牛马了现在民营企业家，对吧？小企业主开餐馆的人人都觉得累。不光是这些企业家了，那比如说体制内的其实人也很累。也不管什么年龄层的，对吧？30岁的、20岁的，还是50岁、60岁的，都觉得累，都焦虑。根子出在哪儿？大量的钱被浪费掉了。这个富川瑶族自治县，对吧？2200万，这个还是小事我记得这个是不是荆州还是什么地方？这个地点我忘了不是修了一个关公像吗？那关公像是好像70多米吧，一共花了多少亿？后来说那玩意儿是违建，给它拆了，不知道送哪儿去了，对吧？你看一建一拆 ，GDP 是上去了，但是实实在在的是浪费，对吧？只是这里面涉及了很多权贵婆罗门，对吧？搞项目是为了搞工程，搞工程是为了分配，对吧？这钱就分到这个婆罗门身上，这些灰色地带咱都不说了，只说浪费，对吧？如果把这些钱放在社保上面，放在这个民生保障上面，虽然不能马上就让 GDP 上来，但是这个有利于韭菜信心对吧？有利于牛马的保障，这个没人做，这个也跟这个叫扭曲的政绩观有关系。你把这2200万花在牛马身上，那 GDP 不能马上体现出来，对吧？如果你花在工程上面 ，GDP 马上就上来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为什么要上马旅游项目呢？这个实际上旅游行业表面上看着热闹，但是你要想让它赚钱很难，对吧？这个名山大川这个各种风景名胜，你把它圈起来，收门票、收钱都能赔钱。这个旅游行业看上去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看上去我只要把这地方一圈，讲个故事，对吧？再搞点钱投进去，哎，游客就不断，我就能赚钱。你要这么想就错了，对吧？旅游行业实际上非常考验你这当地的这种叫营商环境、服务意识。根据蟑螂定律啊，全国难道只有富川瑶族自治县有这种情况吗？全国各地啊，胡乱上马的旅游项目多了去了，对吧？还有什么特色小镇，最后都不了了之，最后都是烂尾，对吧？造了一座又一座的鬼城，对吧？全国文旅项目，对吧？有一阵子还火啊，火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房地产开发商还专门成立了文旅项目，搞文旅地产，我不知道哪个地方搞成功了啊。也就是说，这个旅游这个就是看上去很美，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想赚钱很难，要练内功。所以我们今天也正好聊聊旅游啊。如果旅游那么好赚钱的话，大家想象一下，对吧？那广西桂林，对吧？那西安，那有很多地方，那就不应该是，对吧？那叫默默无名，就是 GDP 啊，或者它的这个城市的发展，它就不应该那样。如果你要比旅游资源，那谁能比得过西安呢？谁能比得过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谁能比得过黄山？对吧？五岳归来不看山，这个黄山啊，对吧？它在安徽省，它都排不上前面去，就不要放到全国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旅游这东西想赚钱很难，对吧？你通过旅游把当地经济搞上去，没那么容易。什么原因？正好今天啊，西安发生了一个怪事。有媒体报道啊，2025年8月3号，西安大雁塔附近叫栀子花开汉服馆，游客王某啊，女啊，34岁，因旅拍选片问题与商家协商未果，滞留店内堵门5小时。店主刘某，男，35岁，多次劝离无效后，推搡王某左肩，导致其从座椅摔倒，背部着地。也就是产生纠纷啊，然后双方还报警了，警察来处理，然后这个顾客啊，又把这事捅到网上去了，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这个事情就在网上闹大了啊。然后这个西安警方啊，再通报消费者汉服馆遭殴打，因旅拍选片产生纠纷，2人被拘。这个雁塔公安啊，就是西安的雁塔区啊，公安局。雁塔公安通报，2025年8月3号，游客王某言啊与栀子花开汉服馆因旅拍服务中选照片问题产生纠纷，经市场监管部门律师与我局调解协商未果，我局遂依法开展调查工作，对现场公共视频执法记录仪影像、涉事双方、目击者以及医务人员消费服务记录等进行全面调查，现已查明啊。这是雁塔公安啊通报的事实经过。他说，王某言因对店家选片答复不满，滞留店内约5小时，堵住店门，称其为黑心店，阻拦其他顾客进店。店主刘某，男，35岁，多次劝离无果后，推搡王某言左肩，导致王某言从座椅上摔倒，背部着地，至120救护人员到场将其送医检查，经现场视频及医院证实，王某言倒地后意识清晰，能正常使用通讯工具，脑震荡系本人描述，双肺挫伤系救急，也就是他以前就有这个病啊，遗留的双肺挫伤。就医期间，王某言拒绝警方伤情鉴定要求，刘某推搡王某言致其倒地属实。王某言长时间干扰店铺经营，并在警方调查期间为制造舆论压力、博取网友同情，刻意隐瞒民警2次组织双方调解同行人员情况。就医期间多次外出等事实联系，并利用媒体持续在网络上发布被殴打致昏迷、民警未做笔录、勾连商家、孩子挨饿、无人照顾等不实信息，造成严重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1款之规定，刘某涉嫌故意伤害他人，被处5日拘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12条第26条，王某言涉嫌寻衅滋事，被处6日拘留。双方对其不当行为和不实言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表示悔过，对西安旅游形象造成的恶劣影响表示歉意，并愿意接受公安机关处罚。
这个谁对谁错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判。根据这个雁塔公安的通报，游客啊跑到西安去旅游，这个挨了打不说，受了气不说，还被关6天。你这是去旅游的呢，还是去渡劫的，还是要凑齐这81难？这个事情啊，无论是这个店家，还是消费者，还是西安的旅游，都是输家，对吧？店家关5天，消费者关6天，西安的旅游形象，那不用说啊，大打折扣。咱们粉丝里面有很多陕西人，这个对吧？对西安的旅游行业，对西安的这种服务，还有这种营商环境，都是一言难尽。你不管怎么说啊，一个人到西安去旅游，然后被关了6天，一个巴掌拍不响。这里面啊，我谈到我看法啊，首先一个就是我个人这种狭隘的啊，个人这种对这个对某一类群体的一个叫先入为主吧，或者有偏见，就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是你看啊，汉服爱好者到汉服馆拍照，对吧？最后双方打起来，最后双方双被拘，怎么感觉好像有点高级黑啊，甚至感觉有点啊，觉得这配得上他们的这种爱好，对吧？配得上他们这个格调啊，对吧？汉服嘛，然后这个汉服馆，这个是真正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按理来说，对吧？这汉服馆和汉服爱好者，你们不应该打起来啊，对吧？你们都是这个情投意合，志向都一样。反正我是理解不了，就好多人要穿汉服啊，我也不知道汉服为什么突然就火了，也不能说火了吧，就好多人愿意去照。如果你仅仅是拍照啊，好玩也没什么啊，但是他就由衷的喜欢，然后有人就利用这个赚钱。所以这里面要说一说，这里面猫腻啊，就有很多这个搞这种叫旅拍啊，或者是摄影的这些人都懂，这每个行业都有它的门道啊。你看啊，他为什么选片发生纠纷呢？因为我没有照过啊，我只是脑补，对吧？这些商家在招揽生意、招揽客户的时候，说的都非常好听，对吧？他的营销那一套，他的话术，是吧？我举例子啊，你比如说400块钱给你照5张照片。然后如果你要选的话，对吧？选第6张、第7张，那1张照片加50或者加80，大概这么一个模式啊。好，等你挑着那个汉服，对吧？拍完照之后，他给你的那5张照片肯定不好看，一般。然后他会让你选，然后呢，他去精修啊，精修完之后，那个照片就是美轮美奂的，就是你想要的效果。这实际上就是他要让你2次消费，对吧？你再去选个10张，我认为啊，这个行业差不多吧，都是这个套路吧。所以这个就很容易让双方产生这种纠纷。周瑜遇上黄盖，对吧？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挺好啊。反正你喜欢汉服，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个以汉服为生意赚钱的，也付出了代价。我为什么说这个是西安旅游的这重大损失呢？你别管这个女的对不对，对吧？这个总之影响的是西安的旅游形象。我在前面已经说了，这个旅游这行业啊，看上去简单，以为把地方圈起来，然后让人来买门票，然后人一来人一多，再想办法从他们身上赚第2次钱。看上去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非常难。考验的是你这个地方的服务水平、服务意识、营商环境。而西安的这种服务意识、营商环境，对吧？如果他要这一块没毛病的话，对吧？他的服务意识要好，他营商环境好的话，作为这个也是1000年的古都啊，他就不可能是现在这样子，跟成都的差距就越来越大。那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以淄博为例啊，你说旅游行业淄博有什么独特的资源没有，对吧？没有什么独特的资源啊。但是人家淄博的烧烤突然火了，实际上烧烤全国各地都有，对吧？而且烧烤比较火的地方本来是东北，对吧？东北的轻工业就是烧烤，锦州烧烤。但是为什么淄博烧烤一下火了？反正火了2-3年，它也没有什么特色。我在以前节目说了，淄博烧烤火就是因为人家的服务意识，对吧？它直击当下旅游的痛点，就是宰客。你这个西安的这个汉服馆，某种程度上就有宰客的嫌疑。人家淄博怎么针对宰客啊？对吧？正因为人家淄博把这些问题都解决，痛点解决，所以大家都愿意跑那去啊，在那儿就是放心消费啊，明码标价啊，在那儿就是对吧？就是体验一下顾客是上帝的这感觉。所以人家淄博人对吧？哎，外地车对吧？停车场让优先外地人先停，你本地人你找别的地方停去吧，对吧？这个公务员机关单位下了班，人家下班之后还要上岗去维护交通啊，去维护秩序啊，提供服务啊，
然后你这个当地啊，你只要跟商家起了纠纷，一个电话，人家工商局就先要罚商家，对吧？你没把顾客照顾好，那都是你的错。如果顾客起了纠纷，对吧？你跟商家起了纠纷，那你要报警，警察来了，肯定先要处理这个商家。所以你看啊，淄博烧烤它火了这2、3年或者3、4年嘛，有没有像这个说游客去了被商家打了？好像没听说，好像只有加藤老师去了，差点被那加藤老师也不是被商家打，是被人家游客要打他，这就叫服务。正因为有这样的服务，让消费者放心，对吧？消费者去了之后叫宾至如归，你就放心消费，你不用担心别人服务不好，因为那儿的警察、那儿的市场管理部门都是向着消费者的。所以淄博才这个就是一个烧烤火的，不是烧烤，是它的服务，对吧？旅游行业这个宰客现象，那历来如此啊，这个也不用这个遮遮掩掩啊，哪个地方都差不多，都拿游客当做什么？当做绑票去宰，说不好听一点就是坑蒙拐骗，能骗一把是一把。所以景区的那些什么纪念品，对吧？那都是粗制滥造，那都是义乌生产的啊。你不管到哪个景区，那个土特产恐怕都是义乌啊或者什么地方生产的。你到哪个景区吃那些什么小吃都一样啊，臭豆腐、羊肉串、烤鱿鱼，反正你吃完一次不想吃第2次，反正人家也没打算让你第2次来，又贵又宰客，服务又差，对吧？这不就是旅游景点的这个特色吗？所以你要相比较淄博和西安，你就发现问题出在哪儿了。这个西安的警方啊，那是秉公执法，但是你维护了法律，你牺牲的是西安的旅游。我是不会去西安去旅游，我可不敢去啊。你弄得不好挨揍啊，对吧？挨揍完了之后，说不定还是你的错，那你还得被拘个几天。你说我这是花钱去的，还是找气受，还是去渡劫呢？所以一个地方落后啊，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对吧？那个地方它搞不了服务行业，它没有服务意识啊。所以你看啊，那个咱们节目也经常介绍什么大唐不夜城，对吧？什么未央宫吧，反正一大堆啊，都在赔钱。曲江控股，它反正也是上市公司，你可以看它财报。人是人山人海，但是就是不赚钱，对吧？你要说拼旅游资源，你说全国什么地方能拼得过西安呢？人家地上地下都是旅游资源，地上能看得见的，地下看不见的，都是资源，多了去了。所以说啊，淄博烧烤一火之后啊，全国各地文旅部门啊又恢复了信心，也觉得你看淄博都能火，我为什么不能火呢？各个地方又，对吧？在旅游上面下功夫，各个地方的文旅局局长亲自拍短视频啊、直播啊、带货啊，但是真正能火的有几个呢？因为你能学得到这淄博的形式啊，你没有学到它的内涵，它的，对吧？人家的服务意识，你光学会了搞流量，对吧？在网上买热搜，请个网红去带货，请个网红跟那个文旅局局长2个人合拍个短视频，这有啥用呢？对吧？你没有解决痛点，你得解决人家去你那儿汉服馆拍照片不至于挨打，对吧？有人就喜欢抬杠啊，那对那些消费者，对吧？盲目讲理的、无理取闹的，那不打他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那你要想一想啊，去淄博吃烧烤的有多少人呢？对吧？那几百万里面没有无理取闹的吗？那人家淄博是怎么处理的？对吧？你要想靠旅游赚钱，靠服务赚钱，你就得解决这事。所以说抄作业，对吧？你抄淄博也没用，你抄的都是表面功夫，你抄到了怎么搞流量，对吧？你不知道它的真正的门槛。实际上各个地方啊有旅游资源的，你也不用大费周章，对吧？你只要把服务做好，你真正的做到让消费者放心，对吧？在我这个地盘上面，你不会被坑害，你不用担心吃到什么天价大虾，你也不用担心什么的这个拍个照片有人在里面挖坑，对吧？你学一学那个电商啊，那拼多多还有什么仅退款，你要搞仅退款，不一下就把消费者的顾虑全打消了吗？啊，总之啊，这个西安啊是在自毁形象，如果这个服务意识不提高，那也是抱着金饭碗要饭，把文物古迹、把景点、把风景名胜圈起来收钱都收不好，这个也能充分体现啊这个当地的执政水平、管理水平还有服务意识。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